这届的选举有一张选票是政党票，政党票摕愈悬，不分区立委就愈侪个。来看这场国会政党的辩论会，八个政党拢来讲出着家己的观点甲主张，要互选民对政党的态度甲立场更加了解。 2020大选国会政党辩论会，八个政党代表是面对面讨论两岸经济、国会甲环境。咱无要烧台，咱要发财，这讲出来一点仔拢无见效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庶民的心声。王炳忠闹台语，若两岸议题引起各政党的争论。坚持反对一国两制，捍卫国家主权。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的一中，国民党坚决反对一国两制。 国民党才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帮凶，他们虽然说口头上拒绝一国两制，实际上就在帮助一国两制，绝对不能贴标签。基进党就挡袂掉啊！国民党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，伊咧讲的含伊做的完全无共款，所以拜托大家，等下若个听到因的发言的时阵，先甲拍一个问号，因为毕竟因的市长讲要去摩天轮到将士嘛无看影。每一个政党立场无共款，绿党是真好奇，民众党到底支持倒一位总统候选人？这让我觉得好像投给民众党政党票。 就像在抽惊喜包一样，难道现在我们就可以立即的统或立即的独吗？亲民党是拢针对民进党除了两岸的关系主权议题，代表时代力量的小灯泡妈妈是主张公平正义照亮的时代，绿党是强调爱平权。2020政党票要支持倒一个党，选民都要详细看因的政见。